我拢有咧做志工。过年之前，我会帮孤身的老人去摒扫厝。这会晓讲台语，甲袂晓讲台语啊，差足济啊！迄袂晓讲台语的志工啊，咧甲阿嬷开讲，讲，阿嬷甲讲，阮囝已经走啊。少年志工甲讲，啊，恁囝是走去佗？我听我做哪个的啊！我随跳出来，要甲画地牵走啊！我讲阿嬷，你才有一个狗人啊，你是个狗的。阿嬷嘛走啊！少年之间佮跳出来，啊，因两个是去走蛇肉哦。各位啊，迄阿嬷拢雄拢吼出来啊！我讲阿嬷你莫哭啊，阿嬷好啊，啊无你甲狗人啊搬去3楼。迄少年之间一个摸起来，讲阿嬷，啊迄楼梯伫对啊，你先走，我看啊。阿嬷讲走你的头啦，错路啦。各位。所以，安尼甲台语一点一滴的刻倒来，甲台语慢慢讲就好。啊无，俺着摒扫一间阿嬷，啊着老死摒扫一间厝，啊着老死一个阿嬷，安尼对阿嬷毋是伤讨债。所以最后大家，我若俺甲台语讲倒来，恁讲好唔好？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伟德。